近年每逢假日都可以見到政黨組織就唔同政治議題發起各種嘅遊行集會。唔同階層、唔同年齡都因應自己嘅訴求而走上街頭，當中有唔少係年青人。覺得社會好多時候都聽唔到青少年嘅聲音啦，咁有好多嘢甚至係誤會啦，咁我覺得即係你有必要站出嚟話俾人知啦。青年人而家走出嚟，應該係好事啦，言論自由啊嘛。因為我就想用遊行去表達我對呢個社會嘅不滿，同埋用鏡頭去記錄呢個社會嘅問題咯。黃之鋒14歲，中三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大概1年嘅時間。佢同其他年青人一樣，好熟悉互聯網。互聯網亦帶佢進入另一個世界。如果講打機啊嗰啲咧，其實我喺小學嘅時候，每日打機嘅時間都唔少，都打成幾個鐘嘅。到中學嘅時候，就漸漸覺得好似打機冇乜意義啊，咁就想揾其他更有意義嘅嘢去做。由上年反高鐵開始，就漸漸中意喺網上面同人哋去討論呢方面嘅嘢啦。反高鐵都算係第一次特別用網絡去動員啲人去上街啊、遊行啊、集會啊等等呢啲咁嘅嘢。Facebook 咧有1600個 friend 啊嘛，哇就係千七啊真係。咁基本上個1600個 friend 都有100幾200個係嗰啲社運圈子。咁基本上每日翻到屋企開 Facebook 花半個鐘頭掃晒一日有啲咩咁就基本上已經可以知晒成日有啲咩新聞㗎啦。除咗睇 Facebook 咪就係睇呢個 Google 咯，任何 blog 有啲新嘅新聞咁咪睇咯。咁基本上已經可以知晒一日裏邊唔同人對唔同社會議題嘅立場啊、討論啊等等呢咁嘅嘢。所以每日基本上翻屋企都要花成1個鐘去睇翻每日發生咩事。學校嘅書本唔會教好多社會運動啊，或者可能好多嘅社會議題。但係當我上到網嘅時候，就會睇到好多人佢哋嘅睇法啊、評論，咁就可以話係去咗另一個世界咁樣咯。4至5啊！文匯報流講嘅。之鋒對社會嘅關注，可以講由屋企開始。婆婆你好。自細爸爸媽媽已經帶佢探訪獨居老人、住板間房嘅基層。你啲牙咧掹牙唔好啊，痛幾年啊，痛到剔牙。有冇睇醫生？使唔使覆診啊？有幾個月1次。喺邊度啊？我就諗點解我探嗰啲人，佢哋依然要生活喺一個咁坎坷啊！即係我就諗好多呢啲嘅問題㗎啦。中學嘅時候，咁我就慢慢有更多嘅了解，咁我就明白到好多都係制度嘅問題，咁就令我對政治更有興趣，就想了解唔同社會嘅議題啊、制度等等咯。咁到中一嘅時候，當佢想關心社會嘅時候咧，咁我話俾佢聽，咁你可以要知得闊啲喎。唔好一面倒喎，咁我哋屋企係好鼓勵睇書嘅，因為我覺得睇書就係咧，你增加自己嘅知識咧，就係因為知識咧睇完本書係入咗你裏面，一世都跟住你嘅。當自己對社會時事有更多了解嘅時候，例如喺網上同人哋去討論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唔夠料喎，或者當有人佢哋同你嘅意見立場唔同嘅時候，咁佢去反駁你，咁你發現可能自己嘅根基打得唔好，或者根底唔夠，咁漸漸就俾我就去睇更多嘅書啦。咁例如我哋成日講地產霸權，咁到底地產霸權呢個口號，咁到底裏邊係講啲咩呢？香港嘅地產霸權係點嘅呢？咁裏邊呢啲書就可以俾我一個好詳盡嘅了解，同埋都分析得好清楚咯。團結工人階級，團結工
之鋒話：佢每次都會了解清楚遊行集會嘅主題先至參加，喺過程裡面有可能嘅話，佢都會保留一啲嘢作紀念。呢條綠絲帶就係我參加呢個南生圍集會嗰時咧就得到嘅。咁當時反對呢個地產商喺嗰度起豪宅同埋起高爾夫球場。財政預算案遊行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俾咗呢個面具我啦。咁呢個面具其實就係出自呢個Visa， 即係一套電影啦。咁嗰套電影係就係講呢個一班人佢哋點樣去同呢個極權政府去抗爭。呢啲嘢都可以話好有價值對於我嚟講，記錄咗我啱啱開始參與社運嘅時候嘅一啲嘅經過啊等等咯。每次遊行集會，都會帶埋佢部相機，用呢封另外一種記錄方法。咁另外就係有時會喺Facebook 度就寫一啲文啦，例如之前寫過一篇就《香港社運與89民運之公民抗命》啊，或者之前咧就寫過一篇3000字嘅文，就記錄自己1年嚟參加社運經歷啊，咩踏上社運路，就講自己個人理念同埋啲經歷啊。喺我一開始參加呢啲社會運動嘅時候，其實都有嗰種比較孤單嘅感覺啦。即係因為喺學校嘅圈子度，其實都冇乜人會咁樣做。快樂抗爭。當我寫完嗰篇踏上社運路嗰篇3000字嘅文章之後，咁第二日就都有啲同學走過嚟我身邊鼓勵我，就話啊，你篇文都寫得好好喎，繼續努力啦！咁我都幾開心啦。我哋好多而家80後或者90後咧，佢哋大家都有一齊上街啦。可能大家朋友去佢又去，但係咧可能唔知真正嘅意義。但係黃之鋒同學咧係有自己嘅見解，亦都有一啲佢都會提供一啲解決方法，就唔係話人上街又一齊上街，而且佢又可以喺學業兩邊都兼顧得到。咁我好認同佢去咁樣做嘅。父母家庭收入對第4代香港人子女職業前途影響。你點樣揾到佢哋啊 ？Facebook 揾佢哋啊！我覺得佢呢個年紀咧，仲讀緊中學嗰陣時咧，係應該專注於自己個學習入邊，係讀完書之後嚟或者係即係畢業咗中學之後咧，先去遊行咧，到時都未遲嘅。學校有話劇隊嚟表演6四話劇嘛。清楚自己觀點而去行動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中三會唔會係一個早咗啲嘅時候呢？咁我覺得其實我唔係好贊成去出去遊行嘅，因為近年嚟嘅遊行呢，都由一個和平嘅方式已經轉去變成一個激烈嘅方式。好多時候都會有警民衝突呢樣嘢發生。始終我哋嘅年紀都係比較細啦，而且係冇乜呢個嘅保護自己嘅能力咧，所以我認為可能好容易會喺遊行之中有受到傷害咯。好多同我一齊去參加社運嘅人，佢哋多數都係屋企可能會唔支持啊，或者唔鼓勵，甚至可能有啲就去下就都係費事去，因為屋企嘅壓力啊等等。但係好彩啦，即係我屋企都好鼓勵我，咁都係影響咗我更加堅定去繼續參加呢啲活動咯。6·4嗰啲幾多週年紀念咧，佢 BB 嗰陣時，我已經帶去遊行㗎。跟住後嚟就大家仲記得有23條咧，我亦都帶去遊行。6·4 20週年，我都係同佢一齊去行。
後來咧佢就自己去，咁我亦都喺 Facebook 裏邊讚上去嘅。有一句説話我講過話，以前咧你細細個嘅時候我就帶你去遊行，你而家今日你自己可以有個主動性，同埋啲朋友一齊去同輩一齊去關心社會咧，我都即係覺得好欣慰啊等等。同阿爸阿媽講，阿媽多數都係叫我小心自己啊，唔好整親啊，千祈唔好交俾警察拉啊，佢多數都係講呢幾句咯。即使我可以話咁微小啦，但係我依然可以用我自己一分力去為香港嘅社會去爭取一啲更美好嘅前景啦。即係唔擔保話遊行完一次之後，香港就突然間冇咗地產霸權，咁呢樣嘢係冇可能嘅。但係我永遠都係覺得，你任何嘅改變都係由一小撮嘅人發起。咁將來個結果係點？咁其實冇人知嘅。最緊要係你有越多人有呢個抱負，有越多人佢有呢個勇氣去走出嚟，咁就會改變㗎啦呢啲嘢。